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，食饭时间手路菜，同款要带大家食无同的手路料理，来看这间金蕉煎饼专卖店的故事。这是为饶河街夜市啊摆摊位开始卖起，头家陈文杰卖泰国式路边摊的小吃金蕉煎饼。伊讲当初就是因为去泰国佚佗，无意中介意到这个滋味，登来到台湾了嘛想要来卖，无看到有人伫咧卖，伊就决定要家己创业开店。来看伊的故事。 甲布甲汤羹的饼皮铺伫铁板顶的，刷下来，甲一支金蕉切切的，再搁甲包起来，下一寡橄榄油加巴达来煎，煎甲起叉叫，真紧就片得香味。伊伫冰面甲饼皮煎甲酥酥脆脆，安尼泰国金蕉煎饼才会好食。今天是吃巧克力炼乳跟蜂蜜一起综合的，然后在外面比较少吃到这种口感的，然后就是加上它饼皮比较脆，就是让这些甜度比较能综合那些口感。泰国传统的金蕉煎饼口感要好，唔若爱现点现做，做这个饼皮嘛是一门学问。中筋面粉加固定比例牛奶做成面册，用手慢慢啊甲底和平，刷下来这步更加是重点。 要均匀，对我们来讲，它因为可以拉到很薄，所以可能尽量让它不要厚薄不一。完全拢无餐饮业的经验，伫拄创业的时阵，饼皮一直拢真无稳定，敢若会当哪做哪学，偷偷啊掠着美甲，嘛发现金蕉有够粉末是影响口味的重点。我们可能会挑大概7、8分熟的，不太会让它过熟。过熟虽然比较香，可是不适合做料理。 坚持逐工拢买上青的金蕉，做出来金蕉煎饼口感才是上完美的。这样就好了，2份饼1杯饮料，这样总共195带走。会当像安尼招好人客，但文杰是经过一段时间才适应的，因为伫10年前，伊是一间银行的主管，想要到去泰国耍一撮顿来了后，就去杀掉当地点心，决定要创业。我想说回来找。 这个在泰国的味道，就发现那个时候没有任何的泰式餐厅在做这样子的料理。那我就想说，自己想去学学看，有没有可能自己学着，除了自己喜欢吃，也可以分享给别人。其实他也到一个还不错的职位了，对，所以那时候听到他要离开这个职位，然后要去创业，我觉得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啊。 为着梦想飞去泰国学西啊，头尾拢总去10外届，解决语言未通的问题。真无简单，才甲功夫学过手，等来台湾伫夜市啊摆摊，结果佮着答。其实有一种不服输的概念呢，就是说，如果我都要试了这件事情，都愿意做了这件事情，是不是要让它要到有一个程度以后？ 而不是说可能试了开头就放弃这样子。为伫夜市啊摆摊，到即马有店面，生意嘛真稳定。但文杰讲，靠手工做金蕉煎饼，会当受到人客肯